解释倒是好。好。压实，就这样卷。这么卷。谢谢了。上。你就能搓压一下，搓10回，搓10回就好。一有这个保障，你得你就得。有点。卷好的猫耳朵切成薄片，下锅油炸。尝一个这个猫耳朵。什么呀？是不是第一了？一半吧。你就那样尝是他的，他的脑瓜和真不知道哪儿有点毛病。你俺做这么第一，他没尝出来。好吧，你当我都是第一，好使第一。那好歹。谁不认可你，你就说谁，别老看他。第一，真是谁？你就说好的。行，好吃。